台北报道。配合台南建成400档児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甲市区合作，老师带学生伫咧社区的街仔路行读，用绘本创作方式，甲台南37区的特色文化拢记录落来，用9年的时间，拢总出版88本绘本，即马当伫咧高雄展出。 主持人阿家由玲珑果模仿卖杂碎头家，后壁对一场即个得奖国小囡仔，因路分台南在地传统点心互人。这是早期农村社会伫街路拢有画玲珑卖杂碎景象，即阵是出现伫高雄捷运美丽岛站。来了，头节就过节啊！ 卖杂碎头家是为美丽岛卖到维稳赢，现场有侪学生画绘本。 呈现台南400历史故事，绘本的主题唔有庙宇文化、基家传承，阁有人文风情等等，这拢是老师带学生透过实际采访来了解邻里街路，加深囡仔对家乡的认同。因爱去走透社区，对家乡甲社区的历史文化甲物产，还有更较多人脉甲了解。 透过绘本，伊就有法度了解讲，这是七股的故事，这是将军的故事，这是烟空的故事。所以我感觉透过绘本是足好的媒介。台南400家乡故事绘本的巡回展有69间学校参与，记录台南37区，出版88本的绘本。今年配合台南400档，有行动戏剧。 学生的手绘图也伫捷运的高雄国际机场站2号出口来展览。高雄是最后一站，然后最后就回到台南了吼，所以这也是传承我们整个台湾的精神。这摆展览捌巡回到台北、新竹，即马是来到高雄，要展到7月24，也互外地民众做伙见证台南400档的历史风华。记者张依辉、屈兆勇高雄报道。嘉义县溪口乡甲宗教文化团队。